歡迎收睇7749嘅，又同各位彩民咧研究一下六合彩攪珠啊！咁我首先睇下上個星期六4月23號第49期嘅六合彩攪珠嘅結果啦。咁我中獎號碼咧就係2號、4號、26號、30號、31號、43號同埋特別號碼咧係38號嘅。頭獎咧就冇人中，二獎咧都係冇人中嘅，而三獎咧就29注中，每10蚊一注派彩咧係派110470蚊嘅，因而咧產生咗9201453蚊嘅累積多寶咧帶落嚟下一期嘅，而下一期第50期六合彩攪珠日期咧就會喺4月26號星期二晚上9點半鐘嘅人嘅，而截止售票時間咧就會喺嗰晚嘅晚上9點3嘅，估計下期頭獎10蚊一注獨中派咗咧可以達到1300萬嘅，祝大家運！呢個時候咧當然就係18登等環節啦，快啲落支筆炒低嘅話，買對家有運行啦嚇！好，今日提供咧就係7號、16號、18號、24號、26號同埋34號嘅。嗱，我重一次啊，係7、16、18、24、26同埋34嘅。祝大家運！我哋下一次再見，拜。